早晨，今日係2023年10月19日，香港天氣多雲，間中有驟雨，早上雨勢較頻密，預計喺24到27攝氏度之間，東風4-5級，空氣濕立立，落雨機會大，朝晚溫差好細，體感悶熱潮濕。朋友，我當你一秒朋友，朋友，我當你一世朋友。奇怪，過去再不堪回首，懷緬時事其實還有。朋友，你試過將我營救，朋友，你試過把我批鬥，無法再與你交心聯手，畢竟難得有過最佳損友。從前共你促膝把酒傾通宵都不夠，我有痛快過你有沒有？很多東西今生只可給你保守至到永久，別人如何明白透？實實在在踏入過我宇宙，即使相處到有個裂口，命運決定了以後再沒法聚頭，但說過去卻那樣厚。問我有沒有，確實也沒有，一直躲避的藉口，非什麼大仇，為何舊知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？不知你是我敵友，已沒法望透，被推着走，跟着生活流，來年陌生的是昨日最親的某某。生死之交當天不知罕有，到你變節了自覺未夠，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，相邀再次喝酒，待葡萄成熟透。但是命運入面每個邂逅，一起走到了某個路口，是敵與是友，各自也沒有自由，位置變了各有隊友。問我有沒有，確實也沒有，一直躲避的藉口，非什麼大仇，為何舊知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？不知你是我敵友，已沒法望透。因為我們的定位就是香港就是最好的東張西望的地方，你既能看到東方文化，也能看到西方文化，更貼近中國，但更了解世界。早知解散後各自有，際遇作到尤其就其在接受了，各自有路走，卻沒人像你讓我眼淚背着流，嚴重似情侶講分手。Welcome to the 2026 commencement of CityU Hong Kong's College of Business. Today is a day of transition. You are standing on the threshold between the structured world of academia and a global economy that is moving faster than at any point in human history. In a few weeks, when you visit campus as alumni or check our college website, you're going to notice something different. You will see a new look, a new energy, and a new mission for our college. 問我有沒有，確實也沒有，一直躲避的藉口，非什麼大仇，為何舊知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？不知你是我敵友，已沒法望透，被推着走，跟着生活流，來年陌生的是昨日最親的某某，早知解散後各自有，際遇作到尤其就其在接受了，各自有路走，卻沒人像你讓我眼淚背着流，嚴重似情侶講分手。
有一直躲避的藉口，非什麼大仇，為何救自己在最後？回望呢段咁珍貴嘅日子，校園係我哋結緣、靜心、沉澱自己嘅地方。今日到站，過山東西，願你前路闊落，如山開山，一路順風順水。